係本村嘅村民繼承嘅房屋，能夠拆咗去重建呢？有香港居民返老家繼承咗農村父母嘅房產，想重新翻建，但係就遇到咗問題啦。好多人唔明白點解唔可以拆咗去重建呢？非本村村民，譬如係城鎮戶口嘅或者係香港戶口嘅，繼承房屋之後，雖然可以依法繼承呢個房屋嘅所有權，但係咧係唔能夠繼承宅基地嘅使用權嘅。繼承人繼承嘅宅基地上嘅房屋嘅時候，會一齊取得房屋轉用範圍內嘅宅基地使用權。但係呢種使用權係基於房屋嘅存在而設立嘅。如果房屋滅失咗啦，而進行翻建嘅話，宅基地使用權嘅基礎就唔復存在啦。因此，唔係本村嘅村民繼承嘅房屋係僅僅能夠進行維修加固，係唔能夠翻建、改建或者擴建嘅。呢啲係有咩依據呢？我哋國家嘅土地法係有明確規定，宅基地係屬於農村集體所有，村民僅僅享有使用權，而需符合一戶一宅嘅原則。唔係本村嘅村民因為唔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嘅身份，冇辦法直接申請宅基地嘅使用權。佢通過繼承取得嘅房屋係依附於原有嘅宅基地而存續嘅，宅基地嘅使用權係唔好發生咗轉移嘅。仲有喺自然資源部喺2020年對全國人大建議嘅答覆中進一步明確，唔係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為繼承呢個房屋轉用宅基地嘅，但係農村嘅宅基地係唔能夠被單獨繼承。雖然可以辦理確權登記，但係需喺不動產嘅證書中要指明權利人為原成員住宅嘅合法繼承人。呢個注記梗係確認房屋嘅所有權，冇改變宅基地嘅集體所有嘅性質。呢個意味着繼承人僅能喺房屋現狀嘅基礎上合理嘅人維護，係唔能夠進行翻建、擴建等改變呢個宅基地使用狀態嘅，係咪絕對唔得呢？我哋係有朋友佢戶口遷咗到城鎮之後，喺政府嘅公網就問到，能否對現有嘅農村宅基地住房進行翻建？政府嘅公網係僅有回覆嘅。僅剩6戶嘅農民可以依法保留佢原來嘅合法取得嘅宅基地使用權，但係涉及翻建嘅就要需要啟動宅基地嘅審批程序。依照土地管理法嘅規定咧，農村嘅村民住宅用地係由鄉鎮人民政府嚟審核批准嘅，所以一般而言咧，符合宅基地申請嘅資格係必須擁有農村嘅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嘅身份。其實就係講唔係本村村民係唔能夠拆咗重建嘅。但係咧，呢個回覆係令佢留下一個後門嘅。佢咁樣講由於各地嘅宅基地管理歷史係唔同嘅，各地對宅基地分配資格嘅認定規則亦都唔係一致嘅，所以就建議諮詢所屬地嘅鄉鎮政府或者農村部門。